真正有够台。寒天当咧透风的时候，根本是寒甲挡袂牢。过年后，桌顶的好料满满是，有腿裤、零鞋、跳墙啊！听着菜名，喙烂就挡袂牢，顶落来啊啦！所以挡袂牢，挡袂牢，到底要安怎写呢？挡袂牢写做挡袂牢，挡除了挡袂牢的挡，是人称的意思以外，嘛会当是你甲我挡的挡，就是男子的意思。袂真简单，就是否定不的意思。虽讲这个字嘛是念做袂，不过意思是无同的哦。袂有没有，也是放句尾，表示对动作的疑问的一个用法。来，咱来听看卖咧，看下你敢有才调来分辨袂甲袂。啊，你是食饱未？未，放伫上尾，就是问你吃饱了没有，所以是写做这个袂哦。过来，这个字真边吼，就是袂讲的啦，都不能说它怎样，不能，就是写做这个袂哦。上尾调有太济意思咯，调若是用伫动词的后壁，就是表示牢靠、稳妥或是附着的意思。所以挡袂牢、忍不住、撑不住，就是写做这个调啦。来，对我念一解，挡袂牢，你甲我挡诶，食饱未？袂讲的，大家千万爱记哦。